CTS10 使用教學。常溫水及容量調節，撳 Volume 掣調整容量，然後撳出水掣，就會根據所選嘅容量出水。熱水，45度或以上水溫需要先撳解鎖鍵解除兒童安全鎖，然後撳出水掣，就會根據所選容量出水。自定水溫，撳加或者減掣調整溫度，然後撳出水掣，就會根據所選容量出水。45度或以上水溫需要先解除兒童安全鎖，